天科书局出版的四书心得版本来读。子子讲故事，自天之外，大学创始之为师，历初学日别之文也。有今可见古人为学处地者，动脉出天之传，理论名处境学者，必要是理学院，即是何其不差异。经一章大学之道，大学之道在平明者，在心灵，在事物之上。知己如何有定，定如何定将，将如何定安，安如何定路，路如何定地。没有办法，只有相信，以所生后，接近得意。可是若明明就有天下者，先比其国，若比其国者，先舍其家，若舍其家者，先修其心，若修其心者，先静其心，若静其心者，先想其意，若想其意者，先知其知，知知在结合，不结如何知事，知事如何意想，意想如何心想，心想如何心修，心修如何家德，家德如何国地，国地如何天下平。自天数以及有世人，一是该以修心为本，其本乱离末，离者何意？其所好者多，离其所不者何？离之有也。断十章，第一章写明明者，汤可万，却明者太加万，但是天是明明，地变万，却明顺者，该自明也。第二章写心明，汤是传明万。过一心，日一心，又一心，汤可换，作心灵，思换，皆随九邦，其名一心，是故君主无所不用其家。第三章写事无之善，诗文。当机天理，以民所治，诗文面满荒谬，只有求无，自话无知比其所治，可人理不如鸟何？诗文无得文昂，而切虚见志，为人官。只有人，为人行，只有敬；为人主，只有孝；为人父，只有主；为国人道，只有信。诗文相比之下，略略优惠君主，
如车如车如刀如矛，色邪汉邪，色邪酸邪，有非君主，将不可酸邪。如车如车者，白黑也；如刀如矛者，自修也。色邪汉邪者，酸烈也；色邪酸邪者，危疑也。有非君主，将不可酸邪者，白性别之相，民之不灵亡也。斯闻阿訇真昂不亡，君子贤之贤，礼亲之亲，小人乐之乐，礼义之礼，此以不死不亡也。第四章色分外，自晚天相我有人也，必也是无相好，无讲者不得尽其俗，大为民事，此为基本。第五章色结不必知，此为基本，此为知之之也。所谓知之知，在结之不假，先有所贪欲，理性撇定；先有所定分，理性决定。结不必知，此为基本，此为知之之也。所谓知之知，在结之不假，先有所贪欲，理性撇定；先有所定分，理性决定；先有所取车，理性当应；先有所爱亡，理性牵引。是以若结之心不假，必改贪欲，即夫性撇为正义；色定分，即撇性撇为阳义；小取车，即修性当为正义；当爱亡，即万性牵为智义。是个君子心心不有温理，恶意恶有动机。个心不自备，心不自量，结心不假，学性错也。初心不假，得心圆也。性心心假，一贯也。三者之不可离，有十根本之不可分矣。性心无类外，自觉应；心行对归外，觉行应。各类性归安之光，气客发一在。心不自然，不自备之性应。各性人心心不有温理之感者，心不未动也。虽未动，离其之一心，即心不将无矣。心不将无，即智性相合；智性相合，即得学性错也。心不加度，不自量之心应。各现人苦心不有教度下，以及心不为心有温理也。心不可心有未动之间，贪、厌、痴、爱随其应，
而现有言行义，此为是心不教度者也。故苦心不假，即话得心眼也。心者而动，清强思勤将害是并应，即心不学教度义。如良思将得心，即业giảm出有得行义，一支相讲一也。此为不假，不可以低其低。所谓行其义，在低其低者，故心不微化为中和，量低成也。心不计化为动机，分性义也。是以心心不有分离，以恶有动机，以学其量低，而心有智理义。故即是心不以智其量低者，类性功也。性作离合，即义不行离行义，心不正离行义。随时有事，实者而言，以其心意处处一心，故类性之公义。此为低不地，不可以行其义。所谓地低在即不者，言若低我之低，在即不地讲其理也。盖人心是良，莫不有知；而天下事物，莫不有理。以有理有未强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大学之教，必须学者不犯天下事物，莫不因是以知是理，日月强事。以求是何其叫，是有用力之久，而一旦合连贯通言，即将不是表里相差无不得。而内心是全体，大用无